顶前基隆河受到污染地区停水几啊天，即马又搁有民众去甲基隆的议员来通报，讲这乱溪拢是泡，台水公司就随来停止抽基隆河的水。环保局嘛有去初步检验，是无验到重金属，不过环保局也建议这水公司应该换储水口来确保用水安全。 这也是暖溪呢基隆河的支流，现在可以看到河面上已经布设了一条拦油索，水质看起来也相当干净。不过呢，在早上6点半左右，有民众通报河面是布满了泡沫，规个河面拢正坡有几60公尺长，那亲像规大片雪嵌伫河面。透早6点半接到民众通报，市议员连运典随赶到现场，伊讲11月27油污染事件都无过偌久，竟然还佫有人敢伫短时间内排放污染。 事情在风头上面，那怎么有人这么白目啊？粉碎水库的水还没有能够来之前，那我们这个上游的部分更要加强来取缔。初步研判，这个泡是为河水排水管出来，连议员都讲这毋是头一届。环保局校正了后，随有查有数，研判泡是为乱溪汇集的生活垃圾水排出来。 初步检测，水质无油污染，嘛无重金属，不过确实污染源还佫伫调查。是不是社区的消防设备坏掉，还是说洗车业？但是我们沿线稽查目前都没有发生这个状况，现在还在查。八斗抽水站外下晡看到水闸门凊悬，互基隆河水排到水尾。台水公司讲，知影有污染，遂停止为基隆河储水，改由新山水库供水。目前检测水质拢伫正常的范围。目前是供水是安全的，我们抽水站附近的这个水池先做检验采样的检验。那如果符合这个水源水质标准没有问题的话，我们才会继续来抽取基隆河的水源。这届污染地点离抽水站更较近，敢若1.3公里。确实污染成分，环保局表示爱搁进一步检验。面对污染这么多，环保局认为时代变化，基隆河即马流经过人口正密的所在，也搁有工厂区，建请水公司评估改换储水口的所在，确保用水的安全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